哇！你睇下呢邊幾咁熱鬧，世界通第二班包機又出發去新疆啦。有啲團友仲話第一班報唔到名，今次點都唔執輸啊！一嚟到石河子機場，哇！新疆風情接機真係冇得頂，當地朋友載歌載舞，仲收到新疆手信大禮包添。嚟到歡迎晚宴仲誇張，新疆特色美食樣樣有，食到舐舐脷。仲有歌舞表演，團友一齊衝上台跳墨西熱舞，成晚嗨到拆天啊！最後世界通董事長仲上台致謝各位老友記，多謝今次包機嘅活動。好多謝咁多朋友支持我哋，多謝你哋，同世界通做朋友，好唔好？嚟緊我哋世界通仲會包機去日本、大西北嘅深度遊，希望睇唔同嘅地方，帶大家一齊再出發旅行啊！都係嗰句啦，參加我哋世界通，通世界。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，抱着那个月亮，它笑彎了腰。